中华北路家家户户门口挂上白布条，抗议北外环拦线定时无合法。北外环第4期工程路线，挂顶对咸水溪北化涨到南化，互南化居民规排变做高架第1排，引发沿线居民反弹。除了组自救会自行召开公听会说明，同时展开联署，要求台南市府提案。政策在决策的过程当中，充满了一个不确定因素，不符合我们民主社会应该有的公开、公正还有透明度。再来就是在北外环整个道路里面的计划里面，并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讯息给居民。现在目前北外环的盖法、做法、环评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自救会批评市府公听会并无通知之外，也阁质疑开55亿兴建短短3.7公里的高架道路，也阁严重破坏咸水溪的生态环境，要求以新建道路计划重新启动环评。对此，工务局出面澄清，现阶段是办理用户处理，更强调工程的所有程序合法合规。北外环4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估及都市计划变更均有依规定办理，后续工程将依环境影响评估审查结论切实执行，并持续对外沟通。北外环第4期工程公有土地占计划范围土地的87%，已经尽量减少使用面地，嘛规划减少噪音干扰，只希望未来人口到台南市区的路程会当减少时间，解决塞车噩梦。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。